一开始全台湾各县市开放6个月大到5岁，这个红幼婴呢，这个注幼儿就囡仔莫德纳的预防针，这嘛是过来头一摆，这开始注这个新冠病毒囡仔预防针，透早就真侪家长带囡仔到台大病院去注射。台大病院小儿科副主任张乱英表示讲，这个囡仔注预防针，面对Omicron这个病毒，差不多有5成至7成的保护力，预防密斯氏的发生率更加有8成以上。所以讲，呼吁家长爱带囡仔去注预防针，提高因的保护力。因为国讲 BA.4、BA.5疫情又搁举起来，公卫专家估计8月份有可能会搁看到一天确诊数接近4万的数字。好啦 ，OK， 好棒哦！大人带囡仔，会早来到台大病院门仔口，有真侪家长含囡仔，拢是来注幼囡仔的莫德纳预防针。小朋友出生之后就是口鼻流行的时间啊，所以他们从小就是戴口罩。那出去外面也是都是需要戴口罩才能出去，就是变成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常规，这样子蛮可怜的。打疫苗会比较安心，所以让小朋友打疫苗。过来注预防针，总算开放幼囡仔来注，这回莫德纳预防针拢总45万剂，对象是6个月大到5岁幼囡仔，每一剂剂量25 mg，是大人的1/4。提供2剂基础剂，2剂人的时间上少4礼拜到8礼拜。若是要确诊过幼囡仔，得要等3个月后才会当注。第一个就是要预防感染，那对于 Omicron 它的预防效果大概5成到7成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话是要预防重症，预防重症的效果还有密西的效果有8成到9成。不过，随各国 BA.4、BA.5疫情搁压起来，台大公卫专家预估，过来 BA.4、BA.5占的比例达到55%的时阵，台港新增加确诊个案有机会会搁接近4万，而且时间点真有可能伫咧8月底。如果有 BA.4、BA.5疫情发生的话，到底规模会多大，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测。不过最可能的是，它就是会有一个小幅的上升而已。虽望 BA.4、BA.5有免疫倒脱的特性。不过，医师赶快呼吁民众爱甲预防针做好做满。明仔载开始，50岁以上的民众拢会当预约注第4剂预防针。医师建议符合资格民众都要紧注，因为倒着病毒才会当防挡住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